觊觎嫦娥仙子，偷盗月光宝盒，连续犯下大错，朕不得不罚。那你会忘了我吗？不会。我要你使用孙悟空这个身份，护送一个人去西天取经。紫霞仙子，你在我这店里转了好久了，到底要买什么呀？奸商蜈蚣精虽然是个妖怪，但是因为倒卖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所以三界都不敢动你。现在我要找个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啊？既然仙子这么了解我，需要什么说出来听听吗？听说有一种神灯，可以帮人寻找自己心里想要找的人，有没有这种东西啊？有，阿拉甲神灯。一听这名字就知道高大上了。原本是如来佛祖阅读经文时的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流落凡间。这神物下凡必有神迹，它是可以助你寻人的。哦，仙子，原来你是要找人啊？没有，我就是好奇。哎呀，你这到底有没有那东西？本来是没有，不过既然仙子求了我，我想尽办法也要帮你找到。明天到货来取吧。明天？虽然我已经等不及了，不过明天的话，应该还能再等一天。神物就是需要仙子这样的主人，定金500不限。500？你不愧是个奸商，你情我愿嘛。提前说好了，我来找神灯的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像我们这种买卖人，最讲究的就是规矩。不错啊。青霞仙子，您怎么也来了？为什么要用野？你知道我们这种生意人最讲究的就是伶牙俐齿了。接客的时候加个野字，这不显得我们门庭若市、迎来送往啊？阿拉甲神灯有没有？你也要阿拉甲神灯？为什么又要用野啊？在商品前面加一个野字，这不显得紧俏吗？对不起，阿拉甲神灯目前没货啊。没货。明天呢？明天也被预定了。这个野你又要怎么解释？就是被别人预定了呀。谁预定的让他退了？明天我来取。先到先得，这是我们的规矩。你们这儿的规矩是吧？可我的规矩就是，要么给我货，要么就你死。不要以为三界人都不敢动你，我就不敢杀你。杀了你，大家无非少了一个走私的渠道，没人会说什么。仙子既然喜欢，灯留下便是，何必这么粗暴呢？算你识货。哎，这个定金是定你的头的，明天拿不到货，提头来见我。师傅，你醒了。刚才我已经诚心诚意地向师徒君道歉了，而且呢，他也原谅我。哎呀，你真的做到了！文师只是随便的说了一下，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不过，他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有点瘦啊？师傅，你看这块石头，它的裂缝是无法愈合的。当它受了伤，它就会开始慢慢的变瘦，就像你说的一样，跟人一样，它也会伤心，它也是有生命的。阿弥陀佛，没想到悟空的顿悟已经这么深了，师傅真的很欣慰啊。师傅，你想一想，咱们呢又是救人，又是干这个干那个，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所以啊，师傅，咱们必须把这些时间弥补回来，你说是不是？悟空，你也说的非常的有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呢，还是要把之前要的时间把它补回来。没错。那咱们现在就出发了，好吗？好啊，我们继续一路向西。走起，师傅。师傅，你没事吧？悟空啊，为师好累呀！听说你有72变，不如你变匹马让我骑一下。师傅，我刚才采花回来已经累成狗，现在你又让我变成一匹马给你骑，我很累的。啊，变马很累呀，那变驴啊？不会，不会变驴呀？那你还会变什么坐骑呀？不如变鸟。哎，说起鸟啊，为师认识一个仙人，他的坐骑就是一只大鸡呀，很威风的。不如你变只大鸡呀。悟空啊，悟空，你是不是不会呀？不会你就说嘛，没本事不重要，最重要是要诚实。你能不能不啰嗦？啊，我现在正在需要给你找一个大鸡。走开！路上小心呐！姐姐，你怎么在这儿？贱人，你竟然还敢出来见我！我告诉你，灵寺所有的活儿都我干的，害得我不得不下凡来找你，还害得我……你怎么了？算了，不提也罢。灯给我，我走了。哎，慢点，姐姐也要这个灯啊？你也要？你要灯干嘛？哎，姐姐，我遇到了我的真心人，我要用这个灯去找他。要是别的事我也就让你，可你是为了臭男人，我是不会让你去的。哎，哎，给我我的，我的，我的，给我，给我，给我！啊，很贵的，我有办法了，我不卖了。我租还不行吗？你租几天，他租几天不就行了吗？给我，给我，给我！哎，你的，我的！姐姐干嘛一口一个臭男人啊？你被人伤害了？臭男人，移情别恋，见异思迁，忘恩负义，一边跟我你侬我侬，一边卷倒在所有女人，斑斑劣迹，人人都要诛之。给我！既然如此，我更不能让你去了。一个男人伤了你，你就要见所有的人。如果你去杀了他，你一辈子都忘不了。给我！少废话，我更不能让你被男人所骗。他不会骗我的。他拔出我紫金宝剑，他是我的命中注定。你竟然为了他完成3件难事，若他骗你，那岂不是更伤更痛？不行，我就算杀了你，不能让你上他的当。这样，至少我们2姐妹都不是傻瓜。姐姐，哎呀，给我，给我！我都碎了就还完了。神灯，神灯，那个人在哪里？五指山。你们还是会付钱的，对吧？他弄坏的，找他。我看我要去五指山了。我才是要去五指山。哎呀哎呀，我才。哎，我回来了啊。哎呀，悟空啊，你回来了！哎，说好的大鸡呢，怎么就变成骆驼了？大鸟大鸡没有，就这么个玩意儿，你爱骑不骑，我不伺候你。你不是要骑骆驼吗？到底上不上啊？不上我还得赶路呢。这，施主，你这么凶干什么呀？你看这个骆驼，它好可怜，它都靠着你，它都哭了。你不如让它休息一下，喝口水，吃口饭啊！神经病！你骂得太好。说什么？一路走好啊！悟空啊，悟空，你不能让他走！你看那个施主凶神恶煞，明显是在虐待小动物啊！你快点去救救他！你看着我干什么？你别说话，你这个好使就是话太多啊！快去救他！干什么又看我？救他！小洛洛，你走吧，
没有人会欺负你了，你自由了。拜拜，拜拜，以后不要被人骑了，不要乱吃东西。那么啰嗦。悟空啊，你我师徒齐心，一路向西行善事，想来也是很惬意呀。解开枷锁，重获自由，应该才是最惬意的事情。你的悟性果然很高啊，但是不要骄傲自满。这次我们只是救了一只小骆驼而已。是啊，以后还有更多的人等着我们去救。对呀，还有大笨象。哎，你的话怎么这么多啊？来，起来了，我们该上路了。悟空啊，你饿了，不如你搞些斋饭来用啊。阿弥陀佛。是不是悟空啊？原来是二位女侠在切磋武艺呀，身手好棒啊！切磋归切磋，不要太认真，小心受伤啊！不像切磋，这是在拼命。喂，不要再打了！我先走了。悟空啊，悟空啊！真是客气了。悟空啊，悟空啊！哎，悟空，你的嘴怎么这么油啊？是不是偷吃了肉啊？师傅，这哪有肉啊？啊！不过呢，我确实是饿，咱们吃饭。哎呀，不能吃饭啊！那边有2个女子打起来了。好啊，师傅，那咱们过去边吃边看。看什么呀？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恩怨，招招下毒手，处处要人命啊！赶快就要死人了，这么狠啊！那咱换个地方吃。哎呀，你让我太失望了！跟了我这么久，你不知道为师的用意吗？那你想干嘛？我要你去阻止他们化干戈为。什么干戈？人家干戈和打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呀，悟空啊，看来除了佛经之外，我还要给你补一下文化，化干戈为。对，师傅，我其实是开玩笑，但是呢，你说人家打架是私事，对不对？我们俩去打扰人家不好。什么私事啊？都要出人命了，不是私事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来，快跟我去！你是不是一定要去？是啊。那这样吧，师傅，我呢护送你到那边，你呢过去好好跟他们讲一下你的大道理。悟空啊，我看他们举手投足啊，他们的恩怨不是2、3个道理就能化解的，是时候该你出马了。悟空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快点去，一定要化解他们的恩怨。这个东西我给你拿着，免得你出手不方便啊。师傅，等一下，你这有点脏。你好乖呀，悟空，快去吧。好香啊！有2名女子，不知道样貌如何，真是令人期待。娉婷妙娜，卓越多姿，仅是背影就能让人如此幻想。手如玉子，细如葱本，这双手的主人一定秀色可餐。
你以为今天能杀得了我吗？那就看你本事了。怎么会是青霞？让他抓着，那我就死定了。等会儿，青霞，唐僧，这是个好机会。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子虐待小动物。走。动物它也是有自己的脾气的，你看它的表情啊，已经是很不开心了。悟空啊，悟空，你干什么垂头丧气呀？你是不是去赌坊又输了很多钱？你是只耗子，你的脸为什么那么长啊？悟空，那两位女子呢？师父啊，弟子无能，我救不了别人，也救不了我自己。阿弥陀佛，看来这次要为师亲自出马才可以。师父，你不能去，那两个女子犯话了，谁去谁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师父，你不能去啊！你会死的。风萧萧分，易水寒木。是西呀，师父。你说的也对呀。你看悟空，为师连这个诗都读不好的话，估计去了也就是死定了。还是你去吧。师父，弟子有一个办法，不知该不该？不行。没有不行啊，说来听一听啊。其实我能力太强了，一直以来都是这个金箍束缚着，但是我怕我摘了它以后，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就把整个世界……你说的也对，那还是算了吧，不要摘掉它。那行，那咱别救那两个女子。不行啊，不救他们的话，他们会死的。我还是给你摘下来。师父，我舍不得。你舍不得，师父是自然的，但是佛祖说了，有舍才有得，要舍得呀。师父，怎么了？你别……师父，你摘了这个金箍，我如何做你的徒？悟空，不要闹啊！摘掉了金箍，你还是我的徒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师父跟你说过很多遍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你笑啊！师父，我是悲喜交加，你看不出来吗？哎呦，为师知道了，真是心疼你。好了，现在赶快拿着这个金箍去救人了。佛祖说过，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乖呀，快点去呀！师父在这里等你回来。去吧。就是自由的感觉。你让我去帮你救人，做你的春秋大美梦去吧。从今以后，你做你的救世主，我做我的齐天大圣。
阿弥陀佛，这位施主，请问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大徒弟孙悟空啊？他是一只好纸啊，很英俊。哎呀，那太好了！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啊！我和我的徒弟已经约好了，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贫僧就在这里等他回来的。但是我等了好久，他还是没有回来。不过不要紧的，就算你不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还是会等他回来的。那屁的味道很浓郁。看来你可能是消化系统不是很健康啊，消化系统不健康呢，就要注意饮食习惯。加肉啊！你是不是胃痉挛了？不如我煮个面给你吃啊！藏不住啦！是驴啊！不错，正是我，我已经盯你很久了。难怪味道如此浓郁。你看这磨坊，左边是客栈，右边是饭店，前面是驿站，后面是公厕。从前这里人流络绎不绝，什么样的我没吃过啊！哎呀，阿弥陀佛！可是自从你这个啰嗦的和尚来到这里，人都吓跑了。不吃了你，我永远吃不到五花肉。阿弥陀佛！哎，施主啊，你是不是脚痛啊？脚痛不要乱走，我家里有事，我先走啊！别跑！肠胃不好，你追我干什么？别跑！你追我也没有用，我徒弟会很生气。哎！阿弥陀佛，这是哪里呀？怎么这么大一张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啊！哎呀，阿弥陀佛，我实在不是有意的。我先小心，我想想，我被驴子精追，然后我追到了一个坟地，然后我就掉下来了，然后还有骷髅，坟地，我现在就走啊！有没有人啊？我是唐僧啊，我不是坏人啊，我迷路了，我想问一下路啊。那这个肯定不是床了，它是一口大棺材。哎，这是什么东西？软软的，很舒服。啊！啊！白骨啊！休息一下。收却收回，我的命就交在你手里了。放心吧，兄弟，你哥哥我一个劲头108000里，一定速速给你筹到医药费，好吗？多久？也就眼睛一闭一睁的功夫，好不好？又被追打了，可怎么办呢？上前站，借钱何必久等？姐姐，你我苦战几日，已经闹得五指山黄沙满天，日月倒转。我不想波及无辜，更不想跟你拼个你死我活，就此收手吧。好。那你把紫青宝剑交给我，立即回天庭。你找你的负心汉，我找我的心上人，你干嘛要跟我纠缠啊？因为在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爱，凡事只有付出才能无悔。今天就算我找到了我的心上人，发现他是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我也不会后悔。如果我这辈子都没有找到他，我一辈子都不会甘心。哼，你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你没被人伤过，不知道伤心的滋味。
等有一天你真正经历过、体会过了，就后悔没有听姐姐劝告。姐姐，你有姐妹情深意长，看来只能走到这一步了。青海无边，回头是岸。怎么回事？如来尊者，别打了！不好意思啊，用力过猛了。我是等他们醒来呢，还是……算了，师父有令，快去快回。我还是尽早宣布师父的法旨吧。青霞、紫霞听令，这里的我全部代指我师父啊。我允许你二人下凡，为的是让你二人感受人世间的人情冷暖，放下姐妹间的恩怨，化解仇恨，却不想事与愿违，仇恨越来越深。今日一战更是闯下大祸，扰乱人间。时至今日，只有将你二人卷作灯芯，共用一具肉身，今生今世无法再与对方为敌。王宫，你们醒来要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留张字条吧。阿弥陀佛，贫僧啊，实在是不应该因为二位的外表而感到惊恐，实在是太失礼了，罪过罪过。不如这样啊，我们握握手，做个好朋友啊。阿弥陀佛，罪过无。哦，原来你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古墓里面是靠吃白骨身上的腐虫来维持生命的。白骨也是因为你吃掉了它的腐虫，所以才保护了自己。你们这样子互相依靠，惺惺相惜，实在让人感动啊！这世间众生的生存真是坚强又神奇呀！阿弥陀佛，善。哎呀，我看这副白骨，身材娇小，估计生前也是一个柔弱的少女，
估计在这古墓待的时间已经不是1天2天了，也不知道世间呀还有没有人记着他。不过不要紧，我来了。人呐，活在这个世上，无论他生前是什么身份，无论生前干了什么事儿，到最后都会化为一具白骨。如果贫僧今天走不出这个墓穴呢，贫僧也会化为一具白骨。但是不要紧，化为白骨之后，有你，还有鸡居陪伴，估计也不会很寂寞。只不过在这个墓穴里面生活的话，肯定会有蛇虫鼠蚁来骚扰我们，而且会堕入无尽的黑暗当中。不要紧，我们有大家陪伴呐。今日你我相聚，也是一种缘分。贫僧今日一定要与不好意思，贫僧今天一定要将你度化。祝你早日转世为人，脱离这无尽的黑暗当中。阿弥陀佛，南无地藏王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官愿。帮你再编一个新的，好不好？来，好。这一下，1、2、3，喜欢吗？来，给他戴上吧。谢谢姐姐。慢点。此时到了，我们可以去看萤火虫跳舞啊！你头上就有萤火虫，我看看。不给你看，不给你看！我看看，不给你看！我看。臭男人，你想对他做什么？我还不是男人呢。小妹妹，以后离男人远点，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漂亮姐姐为什么变得这么瘦？你见过我？什么时候？白天。哎呀，我忘了，我这不是断了你的粮吗？阿弥陀。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让你饿死在这里，我一定要带你出去。走，我们去找路吧。这个外面有点亮，应该就是出口了吧？
好吧，我也不知道你在这里待了多久，该和这个地方说拜拜了。拜拜。姐姐好像没有跟来，我到处也找不到大圣的下落，怎么才能找到他呢？小鸡居，出来了，不要害怕，很安全啊！昂咕咕，昂咕咕。啊，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两个命不该绝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很开心呀？哎，欢乐的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又是时候讲拜拜。你我今天在此相遇呢，也是一种缘分，是福报。哎。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福报？你肯定不知道的啦啊！那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告诉你啊，我有一个徒弟啊，很厉害的，叫孙悟空，他是一只好纸啊。但是呢，他让我把他的金箍拿下来，因为他要救2个女纸，但是一去就不复返，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我呢就在磨坊里面等了他8天8夜，没想到没有把他等来，把驴精等来了。驴精啊，那个驴精我跟你讲啊，放屁好浓郁的。这个人哪儿都好，哎，就是说话太啰嗦了。难道他能听到我的心声？不是风动，不是云动，是贫僧的心在动。能不能说点人话呀？哎呀，不能再跟你废话了，我要走了，你自己保重啊，拜拜。你从哪里来？我牵着马来，我牵着马，好像一只蝴蝶。水下流居啊！水下流居啊！别再害怕。嗨，交个朋友啊，怎么称呼啊？